胎嘎后，今天我们这支影片是要跟大家介绍，在居家照护常常会用到跟引导式肢体关节活动有关的一些客语对话。阿姨你好，也今日出道上班，还做得，不过我颈肩、肩头还有头酸痛，有时嘛去到请开。今晡日来运动，适当的运动对身体都好，做得减轻酸痛，人们还有精神。是哦，因为你也还企唔稳，所以我选择安全又个合适你嘅运动。好，也是做到顶方的运动，而你停定样片向下做。好，我要天天做。而你先坐好坐正，师傅坐到顶内的板凳哦，双脚要先踏稳。好，开始咯。那些吃到艰苦，要随时人来讲，就停下来休息。好，先做暖身运动。吸气，吐气，松，唇出，踏步，按冲毛，接等转身，徛脚，停定音乐，透气，唔好进去，还做得冇？做得，我去到冇问题。加油咯！继续停停做。好。吸气，深呼吸的时候啊，我们的脚要向原地踏步。唔轻认真做，虽然动作冇轻松，多练习几遍就会嘞。运动完虽然有点攰，不过手脚少能起来，去到身体较爽爽。从头练习。对身体挺有帮助，你先休息一下，淋到温水。我企唔稳，也在运动挺适合我。看完了以上影片，接下来我们就来练习在这个情境中会用到的实用例句。先来学习四线腔调。照服员告知个案，要依照自身状况选择适体能的肢体关节活动，会说要选择安全又适合您的运动。我选择安全又个合适你的运动。我选择安全又个合适你的运动。照服员请个案看着影片照着做，会说：我们跟着影片一起运动。你停定样片向下运动。你停定样片向下运动。指导以上运动时的预备动作及标准坐姿，此时会说要先坐好坐正，臀部坐在椅子正中间，双脚要先踏稳。要先坐好坐正，师傅坐到顶的板凳上，双脚要先踏稳。要先坐好坐正，师傅坐到顶的板凳上，双脚要先踏稳。照服员提醒个案，运动过程中如果觉得不适，要随时告知，我们会说。若是觉得不舒服，要随时跟我说，我们就停下来休息。那是吃到艰苦，要随时人来讲，你就停下来休息。那是吃到艰苦，要随时人来讲，你就停下来休息。鼓励个案多练习，我们会说，虽然动作还不太熟，多练习几遍就会了。虽然动作冇轻松，多练习几遍就会了。虽然动作冇轻松，多练习几遍就会了。接着我们来学习海陆腔调。照服员告知个案，要依照自身状况选择适体能的肢体关节活动，会说要选择安全又适合您的运动。
愛選擇安全又個合適嘅運動。愛選擇安全又個合適嘅運動。照服員請個案看着影片照着做，會說：我們跟着影片一起運動。你聽點影片強下運動。你聽點影片強下運動。指導以上運動時的預備動作及標準坐姿，此時會說：要先坐好，坐正，臀部坐在椅子正中間，雙腳要先踏穩。愛先湊好湊掌，是否湊到地呢板動昂，雙腳愛先踏穩。愛先湊好湊掌，是否湊到地呢板動昂，雙腳愛先踏穩。照服員提醒個案，運動過程中如果覺得不適，要隨時告知，我們會說。若是覺得不舒服，要隨時跟我說，我們就停下來休息。若是遲到艱苦，會隨時人來講，你就停下來休息。若是遲到艱苦，會隨時人來講，你就停下來休息。鼓勵個案多練習，我們會說，雖然動作還不太熟，多練習幾遍就會了。雖然動作冇成熟，多練習幾擺就會了。雖然動作冇成熟，多練習幾擺就會了。以上就是今天的教學內容，大家記得多看幾遍，認真練習哦。